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面对极端的气候呢，那么干旱跟淹水的问题哦，是我们市民朋友相当关心的议题。尤其呢今年这个雨季搁要来临嘛，大家会烦恼讲，到底咱台南市敢是会搁淹水呢？其实近年来呢，台南市政府做了一寡防范的措施，还有做了很多的建设，让我们的淹水的问题呢有大大的改善。那到底改善了哪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政府的贵宾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为大家来做个介绍。那我们现在来欢迎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韩荣华局长，欢迎您。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长韩荣华。欢迎局长哦。那我们台湾呢，其实去年面临这个百年大旱这个无水的问题，大家今嘛想得更惊吓那么到底呢，我们今年的水情状况如何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咱就请局长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是以阮的资料来看比如气象局这边统计咱1到3月份咱今嘛咱的雨量大概有下了大概110毫米的这样子的一个雨量。这个雨量的状况呢，比去年同时期大概多了将近大约100毫米之多了。那所以说呢，这些的雨量当然有相对的咱的主要的水库带来的一个丰沛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蓄水量。目前呢，我们在我们的曾文、乌山头及南化水库3座水库目前的蓄水量呢，已经有达到3亿吨了这个相较于在去年大概只有1.2亿多它还有增加了1.8亿吨。那相较于前年也多了在1.1亿左右的一个蓄水量那这样子的一个蓄水的状况呢，我想在我们同时也给我们一起的稻作这边提供了一个灌溉来使用。当然，这个目前呢，经过南水局的相关的统计目前我们的水库的蓄水量到6月底之前我们的在民生跟公共用水上面来讲这个是供水无虞的啦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是要多多的节水啦我想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对，所以讲咱今嘛市民朋友呢，咱平常时咱你用水的时会当尽量会当欠水啦有时候在我们的一些的洗水上面啦洗手啦，然后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的洗澡方面啦这些的使用上面，能多一些使用一些节水的一些的器材。那另外呢，我们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目前呢，在我们的仁德在我们的安平，在我们的永康，在我们的像我们的湖尾寮的几座水质中心呢，我们现在目前呢也提供了我们的放流水给市民朋友来使用。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因为它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过后的放流水。现在还是不太适合做我们的跟身体直接的接触使用了那我们如果要取用这些的我们的这些放流水呢可以跟我们各水质中心这边来联络来取用。这个我们目前呢这几座污水厂呢，它每天可以提供1.68万吨16800万吨16800吨的一个用水这个部分呢可以供市民朋友使用。我想在多方的我们的一个节水，还有我们的这些多元的一些供水状况下，我想可以给我们的今年的水情，我想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对，所以按你听起来咱今年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个好像没有水可以用干旱的问题来发生。但是在亲像局长所讲的咱来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就是要节约用水。你茫想讲今年咱的水情可能还 OK， 哇，可能今年的水有够用，结果大家都安尼浪费水。但是呢，咱后边嘛是有可能搁遇到干旱的时阵嘛，对不对？局长，像因为我们就是台湾，可能每一年那个枯水期跟有水的好像差蛮多的，对不对？是的，目前大概我们的丰枯水期的比例大概1:9。1:9。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枯水期间正常会在4月底前那这个部分大概它只降下了10%的一个雨量。那在我们的5月份梅雨季节过后。大概一直到我们的9月、10月份左右，大概会在南部地区会降下了90%的一个雨量的状态。因为我们的丰枯水的比例相较于北部来讲
北部来讲吼，其实咱的迄个降雨状况比较特别哈。那你像最近几天好像我们可以有一些降雨，所以说北部可能还持续的都有一些锋面来临哈。对。所以说他们都有一些持续降雨的状况。那相较我们在台南来讲，它的一个在干旱期间的时间有稍微比较长一些。对，好，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我们今年这个水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咱的未欠水的话，大家得烦恼讲，到底咱该雨落伤济吼，想讲若是伴随着台风来，有时候都会有这个淹水的问题哦。咱市民朋友想点买惊啦吼，就是淹水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个淹水的问题，我们台南市政府有什么防治的作为？是的。每次到豪大雨来的时候，哈，我想不下雨就缺水，下了雨的时候，常常的就是一些强降雨哈，在短时间强降雨就可能路面造成一些积水的问题，所以市长非常关心，就是我们汛期来时的时候，我们相关的防汛的一些准备工作。那目前呢，我们市长的要求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目前汛期前的防汛准备工作哈，要求我们市府各单位哈都要积极来办理。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在我们3、4月份哈，大概已经有召开若干次的一个市府层级的一个防汛会议里面哈，要求像我们的环保局在侧沟的清理啦，那水利局呢在雨水下水道，还有跟各公所在我们的排水的清淤的部分哈，也必须要做一些的整理。那当然水利局的部分呢，还有很多的抽水站的相关的抽水机组，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准备好啊？它的油料有没有充足哈？那另外呢，移动式抽水机组来部分呢，它所有的抽排水管这个部分，那是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等等的相关的排水防洪措施呢，都必须要积极来做一些检整哈，来做一些整理。那另外针对一些路面箱涵常常有发生一些破洞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一开始也要来做一些准备作业，避免豪大雨来的时候，这边又产生一个路面又下陷了，就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行车上面来讲，会造成一些安全上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市府在这里，我想大概经过这目前的一些盘整，那在4月25号，市长会亲自主持我们相关的一些防汛准备会议啦，哈，那再听取各单位的一些准备作业。对，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有固定啊咱旗舰户方面那种固定在召开这类防汛的会议尤其针对雨季的时候，还会再加强有这些会议但是咱的民众会想要知影讲到底你开这么多会那我们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做法？我们也请局长来跟我们做说明是的，那现在来讲呢，我们的相关的防汛准备会里面呢，我们大概水利局会透过水利法的及中央订定的水利建造物检查及安全评估办法的这个规定呢，我们来进行相关的所有的水利设施的一些检整，的一些准备的检查作业。那部分呢，包含的我们的滞洪池啦，还有我们的区域排水、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等相关的排水防洪的设施，这个部分来进行的一些检查。目前呢，大概已经有检查了4000多处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那这个部分呢，也包含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的经发局还有我们的南科管理局，他们像我们的农水署的水利会的水郡等等的很多的排水设施里面呢，我们也一并来做一些检整作业。那其中呢，在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部分雨水下水道目前呢，整个我们的建制的长度呢，我们已经快接近了大概790公里左右了那目前呢，大概我们已经有多做一些的开孔检查。那我们有发现到目前大概有50公里的一个淤积，大概淤积的体积大概有7000立方。那在前一阵到3月底我们大概已经有完成20公里，有3000立方公尺的一个淤积。那在这个月份4月份来讲，正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一个在清淤的部分在各区公所也好、水利局也好等各单位，像目前在全力冲刺的在做一些处理。我想在汛期前这雨水下水道的淤积的部分，大概都会全数的处理完成。另外呢，我们会在我们的排水沟渠的部分，我们常常也可以看得到，每次豪大雨的时候，大雨来的是因为排水沟内底若塌掉咧，是不是都影响到排水？所以呢，我也甲公所这边家来合作目前呢，我们大概有发现到，咱的排水沟它还有420公里的部分大概这个部分有些清理。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有完成了至少到200公里以上的一个清淤的长度。接下来我们有在汛期前这个所有的
的排水沟渠都会在持续的完成。那另外侧沟的部分，我们的环保局这边的各清洁队也会在进行相关的一些的清理长度，大概会完成530公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淤积的清理。那最后大概就是滞洪池的，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滞洪池的检查哈。目前辖内大概有57座滞洪池，滞洪量有达到1000万吨的一个滞洪量哈。那目前呢，包含它的一个出水的一个闸门啊，还有它的溢流堰，还有它的池底的部分，它是不是有没有淤积？那天秘书长在召开水利建造检查的时候，也特别责成哈，我们各权管机关，包括我们自己水利局权管的，还有我们的南科管理局、我们的经发局等等的这所权管的滞洪池的部分，也都必须要特别去检视哈。不要说滞洪量，它平常那如果有淤积你不清理，当然就减损了它滞洪的空间。所以这目前大概所有的相关的设施的部分，我想我们在4月底前这个部分都会完成检视，提供我们所有的排水设施上面提供最大的一个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对。那局长，你刚讲到这滞洪池的部分，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常常听到说，滞洪池啊、地洪底哈，到底滞洪池它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说明一下？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大概都会利用公有土地为主，就是台糖的一个土地。在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中上游，或者我们的排水沟渠的中上游这边会来设置。像我们最近市民朋友到那个中华医大旁边有一个仁德之心滞洪池虽然现在有一个那个人家称的泰国樱花这个花旗木，很多人去那边参观，然后就说那边是运动散步的好地方。是，像最近开花开得很漂亮那它这个整个滞洪池的部分呢，我们就利用它整个一个开挖，提供我们的一个滞洪空间。别洪席呢，它可能我们有40的一个地下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含水量之外一个蓄水。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会营造我们生态。那豪大雨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它像仁德滞洪池大概提供50万立方公尺的一个滞洪空间。豪大雨的时候，排水沟渠我们3叶溪的水就会到我们的滞洪池先去暂存，让前面咱的滞洪池来对，等以迄个雨停的时那迄个3叶溪的水位降低了之后，我们仁德之心，仁德滞洪池的水位大概就再排出，不大概想看吗？这50万吨的一个雨量这个水量，如果没有这滞洪池的一个先滞洪在我们的滞洪池里面不是不是这样最多照会对，可能就在我们的排水沟渠它会溢出，就会造成我们在很多道路上面呢，可能就有一些积水的问题发生所以这个滞洪池呢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在平时它是一个休闲游憩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对。再是我们在雨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将我们在排水沟渠上多余的水、超量的水，它就会把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储存。所以它会给我们在排水沟渠上面的水位也会降低。那另外我们市区里面的很多的雨水下水道的水也可以顺利的排入。我想这个对我们的在整个对积淹水的问题改善，它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帮助。对耶，所以滞洪池它就是有观光休闲这个功能以外呢，那其实对于说我们这个防治淹水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那局长就是说，其实那这样听起来，我们的基础建设其实做得蛮好的，但是在淹水的时候，可能民众会想要说，抽水机呀，还是说那个会堆那个沙包，这个也很重要。那这部分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观众来做个说明？是的，我想我们在很多的排水中上游会有设置一些滞洪池增加我们一些滞洪空间，减缓在好大雨的时候，在我们排水渠道的一些水位用高了对。那另外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低洼地区排水的一些低洼地区，常常因为它没办法重力流，或者是外水水位用高的时候，把它都摆进北溪，我们都会设置我们的抽水站。那这个抽水站体的部分呢，我想我们也一直在巡检我们各低洼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设置的时候，都会来做这样的规划检讨，然后来办理。那目前呢，我们台南市现在目前已经有新建了59座的一个抽水站体，那现在总抽水量呢达到655 CMS 了什么叫做1 CMS？ 就是1秒钟可以抽了1立方公尺，就1吨的水的这样一个量体，1秒钟抽1吨，对，是。所以说这些59座抽水站里面，大概有220台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抽水机组，目前在现场。那所以说呢，我们也将在这个时候呢，做了很多的，刚才有特别提醒，
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委托的厂商，还有我们的同仁，就加速巡检这些抽水机组的功能的一个完整性。那另外呢，我们也针对一些老旧机组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今年到4月底前这2个月期间大概也陆陆续续完成了像永康分洪抽水站，还有我们的田厝抽水站这2座抽水站的一个抽水机组的更新，还有一些老旧的一些闸门，像七股14号还有19号2座老旧闸门的一些机组更新的完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移动式抽水机。常常很多在豪大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抽水站体里面抽水机组黑起不要都去刷叮当所以我们为了一些让我们低洼地区小局部的一些的抽排水，所以水利署呢大概就是有拨了一些经费，还有我们市长这边也透过我们市府预算也编了一些经费，我们来购置我们的抽水机组。目前呢，在我们台南市大概有购置了461台比较大型的、中大型的这抽水机组，大概现在呢，大概已经完成了418部的一些的在现场的预布，就是讲比如说靠到饮水的所在，我们就把这移动式抽水机组一些我们建构的抽水平台，目前大概也把这移动式抽水机组做了预布。另外刚才所提到的43台的一些的，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在水利局相关的适当位置，我们也做了一个可以做紧急调度来做使用。就是有时候市民朋友说，突然发现到有一些需要紧急抽排的，我们刚好有这些的可以调度的机组来做使用。那当然呢，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应变中心的协调跟水利署这边共同来支援。那另外呢，我们今年呢也透过跟水利署啦，还有渔业署的部分一起来筹措经费，会再增购20台的机组。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将我们一些老旧机组来做一些更换。那另外要跟市民朋友报告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防汛备料的部分，因为市长也特别关心就是说过去我们大概都会准备沙包。他给我们的那个在分布在各区公所，有当下过去哪公有当下那个饮水的时，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有些跟各公所请领沙包来做一些防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因为那的沙包你拿输用料，我们有发现到有些市民朋友就会把里面的沙包就会把它丢到那个排水沟去。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对，因为他可能他没有还，因为那个比较重就不想搬回去还。是他就丢在沟渠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排水防洪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水利署这边有另外增购一个 L 型的防水挡板那这个 L 型防水挡板它比较轻，那它同样可以达到跟刚才所提到的跟沙包的这样的功能有一致性。那在我们去年度呢市长也跟水利署这边争取了大概600万的一个经费，再增购了1200片。那我们现在呢，整个全市大概有3100片的这样子的 L 型防水挡板，我们也分配在各区公所。那今年呢，我们也跟那个各自主防灾社区来跟他们讨论，那这 L 型防水挡板能不能在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区里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 L 型防水挡板的一个布置。这个部分呢，可以避免在那个好大雨来的时候在大水了，引起到咱的厝来。或者是有一些这些的设施，我想透过防水挡板的一些的设置都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让避免好大雨的时候淹水入到家户的一个问题发生。刚才也特别有说明了，我们有准备大型的防汛块那是一顶块，那是在有时候一些排水有溃堤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使用，有450个。那各公所的自建沙包有24万个这边我们大概都有做了充分的准备。那我想这些的整个排水设施的部分有些地方我们人员没有办法到达，我们也透过了现在比较夯的所谓的无人机啦无人机的这个部分，它也会帮助我们去来做一个巡检。它透过无人机在上面去飞，大概帮我们做一些检视一些排水的一些状况我想让我们的检查无死角。对，每个地方都可以检查到。我想刚才所提到的这很多的准备工作，都是提供我们的任何的排水设施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功能的一个保护。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些设施跟设备其实都已经有做好，做的还蛮完善的那其他的话，可能像局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教一下，说我们台南市其实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大概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现在目前呢，容易积淹水的一个区域来讲，
我们大概像我们去年哈，大概也检诊了有86处了哈，86处。那过去像我们的三爷溪旁的，像中华医大啊，像昆山科大那个永康大湾地区啦，那像我们的麻豆地区。麻豆的像那永安宫啦、小皮社区啦，那像北门的那个三寮湾啊，像去年大概还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就还有一些对，但是已经有改善蛮多了啦。是，这些过去容易积水的部分呢，大概也透过我们这些的易淹水区域的一些的检诊大概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啦，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的，透过排水防洪的一些整治、雨水下水道的新建等等的一些设施的布设，像移动式抽水机组布设等等，我想这每次都可以将好大雨来的时候积淹水的问题它可以降到最低。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在一些基础建设烂改之后和医国那我们是不是会也去做一些巡检啊，然后把它做好？像刚刚也无人机也推出去巡检嘛，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是。那这些的相关来的就是在汛期之间的很多设施的一个巡检的部分呢，刚才我们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的水利建造物检查的这个工作。那水利建造物检查这个是这项工作里面呢，我们大概会把我们的各项的排水的设施我们的排水渠道。我会做一个全面的一些检视那包含刚刚有所特别提到的水沟有淤积，那我们这个地方都会透过事前的巡检完之后，开始要进行相关的排水的一些的清理的作业那排水护岸呢，有没有一些有些有破损裂缝的地方，我们大概也会去做一些修补。那另外呢，很多的就是我们在施工里面呢，会有一些破体的状况。像我们在4月13号我们的定期会里面那有议员有特别提到在我们的新式排水，现在自来水公司目前在施作的一个自来水管的一个工作，那它可能在它管线布设里面呢，在我们的新式排水，它就会做到破体。那目前现场的施工的状况里面它有发现到这个地方的破体的部分呢，有可能在豪大雨来说，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防备作业的话，可能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可能大水来是为这个所在都淹水，那会造成市民朋友的一个可能有淹水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4月8号跟4月11号，我们有针对这些防汛的缺口地方，已经有去做一些检诊，也提醒了这些施工单位应该要做相关的一些处置。那像刚才所提到的自来水管的那个施工破体的作业里面自来水公司也承诺会在4月27号之前，将这个所有的缺口做了一些的改善避免豪大雨来的时候的从这个缺口会造成一些淹水的问题的一个产生那所以说这些有关会造成我们在豪大雨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会有造成积淹水的问题，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些检视作业，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破体案件的一些检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桥梁改建，因为有当下咱的桥梁你改建的过程中它可能它桥梁底下会有一些的阴架、施工架。对。这个施工架呢，如果我们没注意到的时候，盖在落雨的时候，那些施工架就影响到我们的排水。有当下我们常常发到一些的枯木啦、一些树枝啦，有当下是迄个排水管较大，有当下还有一块碰层一些废弃物，对，那就卡在那个地方。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桥梁工程施工的部分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检诊呢，大概有8处这个可能在未来在豪大雨期间都会影响到排水。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也去针对它现场的一个布设的部分，要求厂商你如果在我们的汛期来的时候，这些东西你没办法完成，所有你的防汛计划里面包含的，你要不要针对你的桥台有影响到会有破口的地方，要准备太空包来做一些的这些阻止豪大雨来说易淹的问题，还有你的那个所有的施工架，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做拆除，或怎么避免这些淹水的问题发生，或者是有些怪手要临时的，假设有卡住的一些的沙包的一些卡住一些垃圾，但是不是适时的透过一些怪手机具，可以把这些的一些废弃物可以做一些清理。我想这些等等的设施都是在我们现在的防汛准备里面，会要求各施工单位来做准备的。那另外也就是一个开口契约啦每一个我们现在也跟各公所都有在豪大雨的时候准备相关的开口契约这个部分，以利我们在灾中
所有的相关的设施，很多的机具能进到现场能动员。这个是我们目前都要求各公所跟我们水利局也好，跟公务局有很多的开口契约厂商的部分，我们开始要来做这个部分的完成整备作业。对，所以这些整备作业呢，水利局市政府方面都有陆续在做。那其实我们会想到说因为现在科技和你进步像那个交通局方面，它就会有这个科技执法，都利用科技嘛，然后智慧停车等等的。那我们水利局方面应该也会把这个科技应用到我们的这个防水方面，对不对？是的。那因为我们台南也算是一个智慧城市，所以刚才有特别提到了，在我们的交通的部分，我们的交通局有很多的智慧停车。那在我们的相关我们的水利防灾的部分也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告，我们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是全国第一个跟经济部水利署合作的透过一个智慧防灾、智慧防汛的部分，第一个建制的一个城市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107年我们跟那个经济部水利署合作建制了我们全国首创的物联网的防灾作业。那这个为了加速这个在灾中的一个汛情、一个灾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整合那我们购置了很多的像淹水感测器。那这个淹水感测器呢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常常就是必须透过了就是一些里长的回报这个所在淹水里长就打电话来讲这个所在讲要开始要淹水咱的水利局消防局这边家是不是来针对这淹水的所在来去动员那把这机构过来去做后置的处理。那现在不用了，我们在低洼地区我们都有建置这个淹水感测器，它会自动的记录，起码你的水位路面有积水积水到几公分，也自动的将这些的淹水的这个淹水的一个状况的部分会自动回传到我们的水情中心来。所以我们水情中心呢会自动的记录，像目前各个地区各低洼地区的积水。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的小东路地下道。对，这过去也是常常市民朋友关心那落雨时是不是在这个小东路地下道里面就会常常会有积水的问题发生？那我们这边呢，我们透过淹水感测器，它到了10公分的时候，积水10公分，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讯息回传，那我们就会启动了通知我们的邻近的派出所警察局的同仁这边就会到现场做一个交通的这个部分的作为预围做那个封路的准备。那如果看到水位继续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做避免人车误入的一个设施。像这样子的一个智慧防灾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我们水利局跟水利署合作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设施。那另外呢，我们也建置了很多的水位站，还有我们的一个雨量站，还有我们的68处的监控设备。那这个监控设备，也就常常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路口监视器，还有我们的的一些影像的回传。那通常呢，在豪大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些低洼地区，我们没办法到现场去。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透过这些影像的一些资料的回传，也可以让我们就在我们的水情中心上面可以做一些即时的一些判断。那最后刚才有特别提到无人机很多的，比如说像现在一些积水区域的部分，我们也跟成大防灾中心来合作，像这些无人机呢，也可以做适时的一个在我们这些积淹水区域的部分，它也会提供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刚才所报告了这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我们智慧防灾的工作里面，那我想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的推动呢，这也是我们台南市府里面相较于其他市府、其他县市来讲，我们做的不错的，就是我们也建构了很多自主防灾社区。对，这个好像之前还有被表扬，而且我们做的很好，对不对？是，这个自主防灾社区就是一个防灾意识的一个提升那现在目前呢，台南市有建构了41处的自主防灾社区是。另外有我们的那个在土石流的在水保方面的自主防灾社区里面呢，我们现在也建构的部分跟我们山区这边也的社区也都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
在我们的水患的自主防灾社区的部分呢，我们的昆山里永康区的昆山里这个部分，因为它连续获得一个特优的一个成绩，它现在目前已经选为水利署列为种子社区了因为他们的这个里面呢，透过里长跟我们社区的志工，他们在每次豪大雨的时候，里长跟这个社区的志工就会去透过这个组织，他们会针对社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比较自己独居的一些长者，他们会去主动关心慰问。那有一些比较低洼地区的一个家户里面，他们也会透过志工的一些协助，可以将一些 L 型防水挡板，过去用沙包啦，基本上我们就建议他们用 L 型防水挡板，这边家可以来做预布，可以将这些可能会有出来对饮水的所在，那么当做这个片面嘛那这自主防灾社区里面呢，这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像刚才永康的那个昆山社区之外，那另外像后壁的新家社区、柳营的八翁、安南区的公清里，还有仁德区的二行社区等等的，这个在我们去年他也拿到一个特优社区的一个这样的奖项。那其中呢还有很多的是优等的，这奖项更是无数了那我想社区自主防灾社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推动里面我个人的经验就常说，很多工作当然需要透过公部门的努力，但是一些自助人助的部分，就是他们在透过社区志工的一些合作将他们自己的一个可能淹水的一个部分，透过他们自己的一个巡检尤其是一些好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咱落大雨的时候，是不是在水都会有时候伴随着在排水我们的侧沟里面，在泄水孔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树叶啦、较轻的那个塑胶袋，是不是也都会留在那个水沟盖上面？那这个时候呢，社区他们透过巡检的时候，也会常常的会把水沟盖上面的有些垃圾的部分做一个清理。那所以说很多这个时候的一些路面积水的问题，很快的就消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社区透过自主防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将这个部分的灾情降到最低，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成功的一个范例啦。对。那局长就你这样讲的话，这个自主防灾社区其实它很类似我们这个社区的这守望相助队嘛。没错。那自主防灾社区它成立是不是在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它才会成立这个队？是的。过去这个自主防灾社区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会盘整这些的那个比较低洼地区。那我们也在就是市府这边呢，大概我们也有跟成大防灾中心一起来合作，做我们的协力团队。所以我们每年呢，大概会检诊，就是让起库来对够有哪几个社区里面容易积淹水。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访视跟辅导，每年都会定期的去跟他们做一些检讨，说，那今年那这类峡谷够有上面设施需要做改进的，那还有哪些的设备需要做补充的？我们大概每年都会定期的去做讨论，尤其现在导入最新的智慧防灾科技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跟社区的这些里长啦，那个社区的这些总干事，我们一起会跟他们讨论，来做这个自主防灾社区上面的一些功能的提升。对，所以它其实它的整个组织编制的话，大概就是有里长为主嘛，然后其他就是一般他们社区的一些志工，对不对？是的。那从这张图里面，刚才有特别也提到了这些自主防灾社区的部分呢，他们的透过志工的一些参与，这是非常重要。但我们有发现到了目前我们也有一些少数几个社区，因为可能里长在这个社区的动员上面可能没有那么的踊跃啦，所以这个自主防灾社区的在推动上有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去成立。不过每个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那我们也会再跟里长说，那自主防灾社区没有成立前那没关系，那我们还是会透过其他的方式，尽量透过灾中的一些巡检，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那个淹水感测器，淹水感测器的一些布设，我们现在也会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建制，那我们会主动的将这些讯息提供。落大雨现在恁的那个状况到底是安怎还有些的社区是不是紧邻在我们的排水？那它的这个我们也建置了很多的一个水位计啦，有水位站。那你们的周遭排水的现在水位状况是如何？我们也透过这些讯息，我们会跟里长说，我们会跟你们做一个充分的一些的讯息的一个发布。那这些东西都会
避免这个在好大雨来的时候的一些淹水状况的一些的处置啦哈，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财产得到最大的保障。对，那局长，你刚刚讲到那个淹水那个感知器对，那个的话，我们大概目前台南市设置了多少？大概有271处，271处的淹水感测器啊哈。那这个271处的感测器，我们现在也其实不断的有在检讨它设置的位置。它的位置，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经过几年做了排水防洪的整治之后，那我们发现到这个区域的淹水的状况其实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之后，那我们每一年大概在这个4月底前我们大概就会做这些检讨。那这个区域是不是要再做布设？那如果它还有一些积淹水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这些位置还会再持续的放置。对那有一些的设施的部分已经有做了一些妥适的改善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设置会做一个移设。刚才所特别提到的这个问题那所以说我们整个排水防洪的一些问题的检讨，它是一个持续滚动式的一再检讨，它并不是说一处的淹水感测器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就一直长久的放在这里。所以这个部分的设置，我们都会跟我们的专业团队针对每一处有积淹水风险的区域，我们都会来去做检讨。哇，很棒，做滚动式的调整因为有些地方它已经改善了，那有些地方可能因为什么问题，它要突然间可能会有点淹水的问题，那这时候就可以去放置好，那我们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市政府方面，其实淹水大家都会很有感，所以市民可能一淹水，他就会觉得说你市政满意度可能就要让你降低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让我们基本生活淹水这个问题没有的话大家就活得比较幸福，比较安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市政府方面，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有持续的在做这个后续的追踪。那我们比较容易淹水的有些地方，是不是局长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个说明，改善的状况？是的。那因为市长也特别关心就是我们在台南市的相关积淹水问题的一些改善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有知道有一些在低洼地区，在豪大雨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些强降雨，还是有些积水问题。那市长也这边特别责成我们水利局，在有一些的积淹水的部分，怎么样能让它的淹水的时间、还有淹水的深度、淹水的范围降到最低了提供我们市民朋友最大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保障。那其中呢，目前像我刚才有特别提到，在麻豆的小皮社区、林子林社区这在去年都还是有一些小状况的一些问题的发生。那在我们的这个小皮社区林子林这里那我们在麻豆从化区的这个工业区这个地方，也拿到我们市政府的一个从化基金，我们建置了一个像麻公跟麻柚这2座抽水站那这2座抽水站呢，它的抽水量也达到21 CMS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可以减缓这豪大雨来的时候避免直接冲入到我们的社区那造成一个积淹水问题发生。那在这整个像小皮社区来讲，像去年我记得它豪大雨的时候，在我们的幼稚园里面大概就有一些积水问题的发生。那我们原先呢，大概在沿岸，在我们的皮头排水沿岸有布设了很多的移动式抽尾机组。那在当下呢，我们也市长的要求下，我们也尽量将我们其他的有一些的还有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移动式抽尾机组，我们也在做一些增设了那也在我们去年隔一天的时间，大概我们透过我们的那个水位降低，皮头排水水位降低，再加上抽水机组的功能发挥，也把它那个幼稚园的积水的问题，大概我们也做了解决了那当然，我们今年呢，大概也透过水利署的经费，我们在这个地方也会预计设置4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预计来这样的一个办理。那现在呢，这个该抽水站呢，我们现在目前在准备招标作业。那刚才特别提到的移动式抽尾机也会在我们汛期的时候做一些布设。那在林子林社区里面呢，在去年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发现到它有一些的积水问题发生。那所以说，在去年这个积水问题发生后，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周遭也有利用我们的沙包做了一些围堤。那里面呢，我们也布设了2台0.3 CMS 的一个抽水机组，在积水的时候可以将这些社区的排水马上做一些抽离。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中游我们也做了一个 KT 干线的淤水箱涵。
可以把社区里面的排水透过这个 KD 干线雨水下水道，可以排到我们的那个埤头排水。这个部分呢，很多的排水设施我们也是不断的持续的在做一些的更新啦我想这些的设施的设置都可以提供我们市民朋友这边让它的积水的问题能降到最低。那除了之外呢，像我们去年发现到在我们的那个萨卡利巴这个市场里面那个有一些积水问题发生。那这个部分市长也责成经发局跟水利局，那这个针对市场内外的部分，我们也设置了有一些的沟渠的改善，还有我们外的部分，像水利局在那边也布设了透过抽水井、移动式抽水机、沉水式抽水机的布设这部分也做了一些设置。那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的设施都可以在我们豪大雨来的时候，把这些的强降雨发生的积水都可以做一些立即的做一些排除。这个是就这个例子可以先跟大家做以上的分享。是，那局长可能就是一般民众会比较常听到新闻报道，就是安中和这个问题。所以安中路方面的这个淹水问题，今年大家也会担心的。那目前可能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处理预防的方法？是的，那我们去年在同安路的部分也把它的雨水下水道的部分做了一些改建了那完成之后，在我们的安中路段的部分，现在大概有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那现在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北安商业湿地重划区里面现在目前呢也在建构一个我们的抽水站体。那抽水站体前呢，我们也透过它的一个前池跟我们的地震局合作，把它的前池我们有加大。那这个豪大雨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它能把这些水能适时的导入。那在这个工程未完成前，我们在原本的排水系统里面也会做了一些移动式抽水机组，希望能把这些设施它的一些抽排水的一些的状况能提升到最高那也就是豪大雨来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些设施抽水机组，还有刚才所提到雨水下水道系统的一些的布设，能将这低洼地区的水能顺利的导排。然后刚刚尤其特别提到同安路的这个雨水相涵，这个部分的改善完之后，针对我们安中路的部分的，我想的积淹水问题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益。我想我们今年还会再持续再来验证我们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成效。对对，所以大家就是今年可以注意一下哈。那但是因为这个有些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或者突然下这么大，真的是不管是哪里，这个淹水就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尽量做到可以让它不要淹水，这样子民众的生活才会安心好，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呢河川整治跟我们的这个会不会淹水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密切不可分的。所以针对一些河川整治问题，我们也来请教局长。是的。过去来说，大家刚才有特别提到，就是像我们的中华医大，对，那旁边每一次好大雨来的时候，这个也会淹水。像那个永康区的昆山科大，旁边它也都淹水。那这个其实它的主要的排水整治是在我们的三爷溪，是在三爷溪，对的相关的一个流域里面。那一开始我们在县市合并的当下，那我们先针对的在永康区的大湾排水，因为三爷溪在我们的现在的那个我们的祭坛桥上游段祭坛桥上游段，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湾排水大湾排水这个部分呢，大概我们也先做了它的一个提案加高，增加它的通洪断面。那另外呢，我们也完成了相关的清疏。那目前就我们去年来看呢，它整个上游段的部分，它水位已经有降。相较于过去，它水位降了大概1.5公尺的一个水位高所以可以让它的水位好大雨来的时候，两边周遭社区的排水可以顺利的排入。那当然呢，我们周遭也布设了很多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大概整个完成大概有93 CMS 的一个抽水量体那下游段呢？从我们的万代桥下游，目前万代桥的改建，现在公务局也在设置。因为过去在我们的万代桥因为它有桥墩的影响，所以它将这个我们三爷溪里面它通洪的时候，它就有做了一些阻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水利署的相关的经费包含我们市府预算，到目前呢大概也投入了将近3.8亿之多现在目前也在进行万代桥的一些改建。那下游段呢，到二仁溪的整个汇流口处，大概将近有11公里11公里。那
从我们的市府水利局，还有水利署的6河局、第4河川局跟第7河川局等相关单位，目前啊在针对这个整个从万代桥一直到二仁溪的汇流口处，大概有11公里长，现在目前也在施工中。那预计在今年年底，这个整个三爷溪的整治应该大致上可以完成哈。这个三爷溪的排水整治的拓宽，那可以将我们的整个通洪的能力可以做一些大幅的提升。这部分呢，大概也水利署目前大概也投入了经费，大概有43亿之多哈，43亿之多。那当然，另外呢，我们还会再投入的就是一些桥梁、瓶颈段的桥梁的改建。那像我们的那个公务局啊，除了万代桥的改建之外，像永宁桥啦、进祥桥啦，还有我们水利局现在目前也在准备发包的那个鲫鱼桥，就是一个自行车步道在使用的一个鲫鱼桥的部分下游段，在目前也在针对这些整个瓶颈段的一些改善那这些的整个三爷溪的整个排水的改善完成之后，尤其对我们下游区的仁德地区的那个基淹水问题，我想这个部分应该也做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提升啦哈。那这个其实整个排水防洪的整治部分那我们市府水利局跟经济部水利署第6河川局，我们都长期的一直在针对这个沿岸地区，我们做了一些的检讨。那在内水的部分，也就是很多的两岸地区，大概都会透过我们的其他的支流的排水，还有雨水下水道系统，像刚才有特别提到的，像仁德区，我们特27号道路下在跟营建署在做开辟的时候，我们下面也同时布设了雨水下水道系统。那现在呢来讲，那这些的雨水下水道系统的一些设置完成之后，周遭区域的一些基淹水，我想也很大幅的一个改善。那我想这些点点滴滴的水利局跟我们很多中央单位在做一些排水设施的改善过程里面，这些的点点滴滴的工程的新建里面，是大家有时候常常看不到的。那这些东西都必须在透过在豪大雨来的时候的一些验证那所以市长也会特别提醒说，那我们的排水防洪的整治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一直都会再去透过不同的一些检讨来去改善这些的设施。对，其实说这个淹水问题，其实各县市都会蛮担心的，各县市也都会有发生这个淹水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说，很多像我们要去跟中央争取经费啊，然后改善这个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是要经年累月，对不对？就是长期下来的像一个工程可能就要做很久，才有办法把整个这个淹水问题来做改善。好，那到目前为止，局长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那你们一直都有在开会讨论，然后也都有在监控，然后加上一些智慧的这些科技的方面来投入这个防淹水的这个问题嘛那我们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你可不可以预估一下，就是你今年会有哪些地方比较担心淹水的吗？是的。现在来说像我们目前还是有持续盘整我们86处去年的基淹水的问题发生那像我们的那个在仁德区仁德区的部分，像我们在那个奇美公司前的那加油站的那一段对，那一站的部分呢，现在我们其实是都还有透过营建署的经费，现在目前在做一些排水设施、雨水下水道系统侧沟的改善。那当然今年未完成前那一块那个路段的基淹水，大概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风险，基淹水问题的发生。比较担心一点。对，所以说我们目前也跟各公所跟仁德区公所在讨论。那现在目前豪大雨来的时候，它的一个紧急应变计划的一个配置。那像我们刚才特别提到，我们的在那个麻豆的林子林社区里面，它下游段的那个KD 干线的雨水下水道系统，目前也还在新建中那所以说，这还有一些的区域里面像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北门区的山寮湾那现在我们也在持续的布设我们的一些的移动式的抽尾机组，还有它的抽尾站的在设置中。那当然这些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属于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基淹水的区域里面，我们现在大概也跟我们的社区都还会在持续的跟里长跟社区在这边，我会在持续跟他们沟通。这也就是刚才我所特别提到的，汛期来的时候，如何将这些所有的既有的排水设施的功能发挥到最大。第二个还没改善完成前的这些的排水设施之前，
我们大概也会再透过一些紧急的一些排水设施的设置，比如说该区域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些集水在低洼地区加大一个集水井，然后我们也设置了投入的移动式抽尾机。好所在有就注意是不是这所在透过移动式抽尾机组的排放，可以将这些积淹水的问题做一些的快速的一些解决。我想这些部分呢，我们会在跟我们各社区跟里长这边来做一些沟通，也让他们能了解现在的一些的设施目前还存在哪些的风险。对。我刚才是举例来讲，这些区域我们都会在持续的做一些跟当地的市民朋友做一些检讨。当然，这些区域的部分L型防水挡板的运用，也市长也特别跟我们提醒了，对，有一些部分应该怎么样去做到一些布设，让这些的那个豪大雨来的时候，不要将这些积水入到积淹水入到家户里面来，这避免它的一个财产的损失。这个部分我们都还是必须要做这些的功课了哈。对。那有一些低洼地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在我们麻豆地区的东边寮桥下的那个高速公路涵洞底下，那个当然有一些人车比较少去行经的一个区域里面，那我们会透过适时的一个交通的维持，避免人车误入。这个我想我们有不同的，在我们台南市地区的一些积淹水区域的部分做不同的一些的一些处置。对，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有些工程其实就是知道说，淹水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有些工程正在陆续的改善当中。哇，因为这个积水要防淹水这个问题的工程其实都很大。那你一盖可能就是好几年，但是我们找到问题点了。但是在这个问题点解决之前呢，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可能社区方面的通报啦，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用那个挡板呐，抽水机这个的布置，让我们的淹水造成的这个损害呢会少一点所以这也是目前水利局会因地制宜，就是说可能看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跟里长啊，然后跟地区跟区公所这样沟通。来做好，所以民众今年他就可以在区公所领到这个沙包，跟有需要的话就是 L 型的挡板，对不对？对，是的。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其实今年的雨季即将来临，那大家可能就是也要多多的配合。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怕淹水，但是呢，在这个干旱方面，我们就持续一定要做到这个节水，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因为也不一定说哪一年可能会有干旱的问题，哪一年会有淹水的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最后就请局长帮我们做个结论。是的，我想这个每一年汛期来之后尤其是一些积淹水问题的一些防范我想这个市长会特别就是有责请我们市府相关单位，尤其是我们市府水利局跟各区公所之间的相关的一些合作把这些各积淹水问题降到最低。在此呢，这边大概也要再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就是说在这个豪大雨来之前，大概都可以透过我们市府这边会发布跟我们有一些豪大雨来的一些的预报。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会最近有一些豪大雨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是不是也拜托我们的市民朋友就是我们自家也可以做到一些的家户前的一些的检查，比如说刚才我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常常来的时候，就是豪大雨来的时候，会伴随着在排水的过程中间，它会将我们的树叶，一些我们的塑胶袋可能会流经我们的那些水沟盖上面。那有时候这些的树叶、水沟盖是不是就会在堵住的时候，那就它没办法达到最大的一个这个排水功能。那所以说有时候豪大雨来的时候，看到前面有在积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前面去检视看看，是不是有没有些阻碍排水的一些的些像我刚才所说的塑胶袋啦、树叶啦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手的可以做一些清理？那这个可以将这些积水的问题可以做一些的解决。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发现到，就是说过去可能是为了怕一些的恶臭啦，或者是怕一些蚊虫那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水沟盖上面呢，就用一些的塑胶垫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就会盖住了我们的水沟盖。那当然这些的一些设施可能在豪大雨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排水。那所以这边也会在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拜托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将你家户前的这个有影响刚才所提到的这影响到水沟排水功能的这些盖板这些塑胶垫等等的，也可以做一个移除这样我们的可以
把我们的路面上的排水可以透过这些设施，可以我想顺利的导排到我们的水沟，然后到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系统，然后排到我们的排水沟渠里面。好，这些东西我想这也可以来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努力的啦哈。那这个部分呢，这也是大家一起来。那当然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发现到这些积水的问题发生的时候，随时跟我们市府这边我们的应变中心来做回报。那我想我们也会派遣在适时的一些人员到现场去做一些的了解，比如说哪些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有哪些的积淹水的问题，是因为可能有些公部门它是不是还有人没有注意到，还是有哪些是因为好大雨的时候一些崩塌造成一些阻水问题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就刚才所说的，利用我们的那个防汛抢险的开口契约，通知厂商来就到场做一些协助，做一些处理。我想这些很多的一些的我们的在现场问题的一个解决，都我想可以适时的把这些积水问题把它的问题的影响的范围降到最低了哈。这些东西我想是最后，我想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好大雨来的时候，我想所有的一些问题发生，除了公部门的努力之外，我们自家之前很多的这些功课，也拜托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共同来努力把我们的淹水问题降到最低。对，没错，就像局长讲的那台南市政府方面呢，针对这个防汛呢，已经做好了整个准备的工作。咱市民朋友那是做会到的拄则局长讲的遐你厝头前迄水沟爱互伊保持会通看迄电子的话会当注意有时阵就爱甲伊要落雨，就爱紧甲伊刷走起来，莫互伊塌掉的，安尼淹水的状况得当大大的改善大家做伙来努力。好，咱这一次呢，感谢局长到节目当中，谢谢局长，谢谢韩荣华局长。好，谢谢。是，那么感谢市民朋友的收看，咱市民时下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